歡迎大家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話題：香港腎病科醫生到底應該點揀？相信唔少人都有呢啲經歷，身邊總有親朋好友出現過腎臟方面嘅問題，例如尿酸高、腎石、蛋白尿、水腫、高血壓，引致腎功能下降，甚至慢性腎病等等。面對呢啲情況，我哋除咗關心佢哋嘅病情，往往都會忍唔住問：你睇邊個醫生啊？醫生點講啊？可見揀啱醫生真係好重要。講到腎病科，我哋可以先了解下常見嘅病徵。早期腎病好多時冇乜明顯症狀，不過隨住病情發展，病人可能會出現容易累、腳腫、尿液起泡、夜尿頻繁、腰背痛同埋血壓上升等情況。嚴重啲嘅仲可能會有噁心、冇胃口、皮膚痕癢，甚至腎功能衰退。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，都建議盡快睇醫生。喺睇醫生嘅過程入邊，好多人都會有啲誤區，例如：醫生，我唔打胰島素得唔得啊？其實近年糖尿病治療有唔少新突破，已經有幾類新藥面世，病人用咗之後有機會延遲使用胰島素。又例如成日食止痛藥，小心傷腎。其實有5種生活陋習會傷腎，例如長期服食止痛藥、成日瞓得少、飲水唔夠、食得太鹹、經常熬夜等等，都會令腎功能慢慢變差。所以我哋喺日常生活要多啲留意，唔好輕信坊間流言。咁樣面對咁多香港腎病科醫生，我哋應該點揀呢？都係嗰句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我建議大家可以上 cdoctor.com.hk 呢個網站，睇下入邊幾個好實用嘅欄目。尋醫報告，你可以睇到其他病人對醫生嘅評價同埋就診經驗，了解醫生嘅專業水平同埋服務態度。醫生信箱答問，可以直接向醫生發問，或者睇返以前嘅問答記錄，從醫生嘅回覆入邊感受佢嘅專業程度同治療理念。醫生文章與影片，呢個欄目收集咗好多醫生自己寫嘅健康資訊文章同埋影片，等你可以從唔同角度了解醫生嘅學術背景、臨床經驗同個人風格，揾到最啱自己嘅嗰一位醫生。記住，你嘅健康係最寶貴嘅財富，揀醫生呢個過程絕對唔可以馬虎。希望透過呢段影片，大家可以更加重視腎臟健康，亦都學識點樣用 cdoctor.com.hk 去揾到優秀醫生資源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或者意見，又或者你都想推薦一啲值得信賴嘅腎病科醫生，歡迎喺留言度分享你嘅寶貴經驗，等我哋一齊守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拜拜。最後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